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2公视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几项新闻的重点。咱看到讲，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昨暗抗议的民众占领议场，林郑月娥伫透早4点开记者会。屏东南边甲南州甲界昨下晡起加利亚风，有9个人受轻伤，7000几户来失电。 咱看到讲，台南出现第2站本土天狗热的患者，迄是一个74岁的姆啊，防疫单位是真紧张。屏东的南边甲南州乡甲界，昨下晡起加利亚风，有9个人受轻伤，另外附近的庄头有50户民室厝拢去酸断着，阁有7000几户失电。屏东县政府昨赶紧调度物资，或者受灾殃的县民监督。加在灾起电拢有来啊！ 县政府甲国军嘛拢出动，要来甲民众斗款、斗烦恼。外面风透真大，农民米进去了啊，唔敢出去，无想到风愈来愈大，最后往同一个方向去，连机车拢互吹倒去。惊人的风是加利亚风造成，屏东南边南州交界，一号下晡形成真清澈的老道云，沿途经过南边定安川甲南州万华川，敢若是伫南边省道，就将车甲广告招牌吹变去，2户民家嘛全毁，民众差一点仔互吹走去。电管是掉伫电管问题，这嘛是拢无路用啊！啊，规个这拢变成安尼没有效果了啦，已经半全毁啊！足大台呢，拢夹出去。啊，我伫遐吼，哦，一直咧徛袂牢，吼，赶紧要走入来，门搁关袂。一座庙伫咧加利亚风的路线顶悬，唔加是铁片厝顶互吹起，踩伫咧涂骹的更价嘛，挂阿门头做伙扭起来，飞去3楼弄得女儿墙。讲来啊，都紧的啊，无紧莫拼，走无路啊，紧就好啊，莫会跌就好啊。 嘛有民家厝顶掀起，熄来落雨积水，民众不得已先将公阿嬷请到1楼客厅。加利亚风大约行3公里，总共造成9个人受轻伤，2个庄4个拢乱七八糟。县府早起派出大型的机具帮忙清瘟，国军嘛派50个人协助。我农作物的损失哦，有染雾啦、椰子啦、风龙果啦，大约差19公顷啦。 农作物受损，乡公所搁咧统计，县府嘛表示，厝受损严重的有15户，敢若门窗受损的嘛有几十户，但好佳在目前无民众需要安置。记者吴江川、昆电准屏东报道。天灾地变歹暗算，做人真正无法度挂无失败。顶礼拜六，台南永康出现头一个天狗热的案例，昨半暝佫确定第2个台南本土起因的案例出现伫咧中西区的开山里，迄是一个74岁的姆啊。 人实在嘛无出国，嘛无去到高雄，也是兴康遐行搭，昨向发烧，去到病院看诊，半暝啊验血报告出来，确实是天狗热的患者。哦，咱若无即个汤啊，若吼收大了吼，拢爱倒卡，汤啊都倒卡嘛，有。台南市中西区新丰里8年的老市仔东菜市内底的驻地会人员一打一呼，甲打伤顺道清路的风网测录，因为台南市卫生局2号透早确认台南出现第2例天狗热本土病例，而且这个东菜市拄好是患者定去的所在，台南市卫生局也赶紧派人伫现场体检。阮遮一礼拜拢算有迄个1000件啦，大1000件啦，拢1-2礼拜就。 副班啊，最有诶，无诶。系啊，阮嘛家己讲来派员工下晡时候拢会顺，所有若只要有所有水吼，汤啊，阮拢是倒掉。台南市天狗热第2个病例，住伫中西区开山里，区公所也成立3级指挥中心，而且召开应变会议。台南市政府天狗热防治中心表示，这个病例是74岁女性，无出国游览，嘛无到高雄市，也是台南市永康区。目前卫生局计划相关防治措施，而且加强清理环境生团来源，避免疫情混发。他没有高雄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史，那也跟永康我们的首例的这个部分的话，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地缘的，因为有永康这样子的病例，因为我们都是公开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医疗院所的话，一定要加强这样子的快筛。
天高节防治中心也烦恼，社区空间也有病例也未去人发现，所以提出呼吁。最近2礼拜捌到东菜市啊、开山里、大埔、好德树活动的民众要注意，若是有发烧的症头，就要随去看医生做天高热快筛，而且嘛，请民众要加强巡导、清路，佮有防蚊仔措施，避免疫情混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昨暗有大批民众弄破立法会大门，拼入去议场占领，因嘛用喷漆点伫咧主席台后壁的壁道写大大字的反送中。到将近昨暝12点的时阵，防暴警察开始清场，用催泪弹将伏伫咧立法会四周围遐的人民要赶互四散。一直用讲推啊，这工具，带来讲立法会大门玻璃。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为7月7日下晡，就发动几落摆攻势，拢无得突破。结果伫暗时7点半左右，示威者拍破一边大门玻璃，再拍开铁门，成功进入立法会。抗议的民众从下午就不断的尝试要来攻破立法会的大门哦，经过多番的击破呢，他们终于是在上个晚上大约是9点多的时候，冲进了立法会内，把整个大厅都给占领。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厅内底的人是吵，并且伫边用喷漆写反送中的抗议诉求，要求撤回多犯条例。群众在进入立法会之后呢，更是直接上到2楼，进入了这里专门在审理法案的会议厅里头。他们不止呢在这四周围的墙壁呢喷漆喷上了抗议的字眼，也在这主席台上呢挂上黑色布条，写着没有暴徒，只有暴政。伫香港特区分奖喷乌彩，个人写太阳花 HK， 甲这摆占领造件，甲台湾2014年太阳花学运来做比较。冲入去立法会，示威者情绪激动，警方嘛无随驱离，暗过差不多占领10外分钟，多民众化铁离。另外一边则是有人希望坚持落去，应该留落来还是离开，意見無同。希望大眾社會去團結一致，對抗惡法，對抗暴政，共同守護香港。其實有幾多人留守？大家有不同的确定，大家有不同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是没有大台的，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负责，对吧？你想走，你可以走；你想留，你可以留。会议厅的示威者渐渐退到立法会外口，饭店过无偌久，防暴警察伫过路口也大型的并排，手提警棍仔一直向示威者挖棍，并将路中拆除，爱示威者离开。随后就发射几落粒的催泪弹，展开驱离。面对强势警力，民众一直退后，为立法会外口走去下水道，双方把对立，暗过身后，人就渐渐离开。警方将车路全部清空，无佮爆发冲突，结束7日反送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你甲看香港政府昨暝启动遮尔侪警方来清场，虽然讲有大批的民众冲入去立法会抗议，毋过一人举一支旗。早起现场的情形又佫是啥款？咱赶紧来连线公司伫香港的记者万金文甲黄正燕。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立法会的天桥上。昨天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有大批的示威民众闯进立法会。警方也在午夜的时候进行快速清场，经过1夜的激情和抗争之后，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昨天被占领的街道已经恢复了通畅。零零星星的民众经过立法会，不少人都会停下脚步来注目事件发生的现场。可见，对于香港的民众来说，心里的情绪势必是五味杂陈。清洁人员已经开始在做清理的工作，而贴在立法会外围墙上的抗议字条，依旧紧连在上面飘扬，像是近来动荡不安的香港。以上是现场最新的状况，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感谢咱公司的同事。昨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咧透早4点开记者会，批评讲遐抗议的人民用极暴力的作风冲入去立法会，佮强调讲绝对会针对违法追究家底。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初嘛表示讲，多数人是要追求民主，毋过真不幸的是，有一寡政府因无爱民主来生团。香港示威者占领立法会议事厅，这一幕看起来那亲像是2014年台湾的日头花学运占领立法院议场，伫咧香港嘛出现了。特首林郑月娥真罕见伫咧透早4点召开记者会，并且强烈谴责。
The second scene that we have seen, which really saddens a lot of people and shocks a lot of people, is the extreme use of violence and vandalism by protesters who storm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over a period of time.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seriously condemn, because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林郑月娥认为，警方伫咧7月初1处理暴力行为表现了真控制，但是对违法的行为一定会追究到底。英国外交大臣韩特伫咧竞选保守党党主席的期间，嘛持续关心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活动，伊伫推文当中强调讲，英国对香港以及伊的自由毋但支持，阁真坚定，但是反对暴力的行为。 中国外交部是表示讲，中英联合声明当中，和英国方面有关系的权利义务，都已经全部有执行。英国方面无权利干涉香港的事务。一段时间以来，英方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奉劝英方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来干预香港的事务。 要多做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初1，美国总统 Trump 伫白宫和媒体问到对香港抗议事件的回应 ，Trump 认为示威者是伫咧追求民主。 Well, they're looking for democracy,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democracy. Unfortunately, some governments don't want democracy. 香港7一示威，后面是发出声明，呼吁有关人士要自我控制，并且透过对话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转转来咱国内来看，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到龙潭参加在生的时，主持咱重要的国防武器雄风飞弹研究计划韩光伟先生的追思会，颁发保养令来感谢伊的贡献。人来问起就讲啊，昨暗香港的少年家，袂输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同款，总入去立法院内底，蔡总统是讲，不论台湾还是香港，执政的人本地就应当爱甲人民讲实在话，较有影。 被讲是香港飞弹之父的前中科院香港计划主持人韩光伟校长89岁过身，总统蔡英文初2早起去桃园龙潭圣母升天天主堂参加追思会，颁发保养令，感谢伊在生的时阵为台湾的国防研发做出重大贡献。韩光伟院士他在军旅生涯中成功的研发了雄风1、2型的飞弹，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我们国际。 拥有精准打击的飞弹。针对香港反送中恶法，抗议者攻占立法会，和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被讲是港版日头花，总统蔡英文受访问的时阵表示，不管是台湾也是香港，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愿望拢是同款的。执政者只有老实和人民对话，才是正确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香港政府可以拿出诚意，只有诚意的面对、诚实的面对社会的冲突，才可以解决针对初选了后，民进党内部整合，听讲亲出的人士透过共同的朋友伫当中联络热情着，希望制造蔡大两个人去相拄着，互双方非正式会面，甚至讲做伙出战2020。蔡总统表示，民进党多头并进，做党内整合，最后一定会有上好的组合和团队来面对2020的总统大选。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人民甲政府当大下咧赌。 台北市长郭文哲明暝特别带团去到中国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人问到讲，敢会甲国台办的主任刘捷一会面？郭文哲是讲，就算有会面，分数嘛无的确会较低呢。阁有人问讲，大巨蛋哪像有违法下服施工？台北市政府敢有放水？郭文哲市长是讲，专业监会会去现场看，那违法者嘛一定会当罚。 进前市议员北康大巨蛋的录音档，和台北市长柯文哲面对超蛋的争议，今麦阁有大巨蛋施工人员检举，敢若违法护工安装冷气，嘛，和柯文哲再度封积极放水大巨蛋。我态度上，我们不会包庇任何人嘛，有人检举，那我们就去看，就处理了，这样就好了。放水吗？不会啦，我叫建管处处长常常就会去看的，会去处理。但是我们是把它组装起来，并没有完成安装这件事情啊。
所以并没有安装所谓空调系统。今是违法护工，三大专业工会2号嘛到现场较近，若是查到违法施工，监管处嘛依法来动发。另外，柯文哲3号要去中国参加双城论坛，暗过行程含随团的企业名单，拢互市员批评无透明，尤其是敢要含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见面，柯文哲无要表态，暗过坦白讲见面嘛未加分。到时候你跟刘捷一见面的话，你觉得会是加分还是扣分？正确的讲法是不会加分的。现在这种网络时代，你知道哈，见谁，到底谁才是重要的人，我看都很难讲啊。反正对等尊严的原则把握住嘛，剩下就轻轻松松。该怎么做就见招拆招。另外，香港立法会1号互反送中的抗议者占领，讲是香港太阳花运动，特别去中国的柯文哲，敢若嘛提前向对方发话，强调台湾民主发展会当互中国来参考，到时阵踏上中国的土地，敢是嘛当面向中国官员来建议，嘛更加引起关心。台湾在政治上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以给中国大陆很好的参考。我想这是大陆在观察台湾的时候要去思考，但我们不是100分的哈，但是还是有很多成功的故事可以作为借鉴。所以你怎么看？今天有一些友好会讲这段话吗？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来有民间团体发动要甲罢免，到昨已经确定第1阶段人数的数目有达成。不过昨暗有一个基进党的志工伫六合夜市宣传罢免的时，所放激技能。基进党呼吁讲，市民都要照理，包含讲社会本来就有形形色色无同款的主张。基进党的志工交这名女主理论，因为伊涉嫌甲其中一名志工牵鸡卵，代志发生伫7月暗时，迄当阵志工伫六合夜市宣传罢免案，半韩国族的志工发现裤出现2只，怀疑被攻击，过无偌久，女主伊佫出现，佫牵一粒鸡卵。罢免我们走的也是目前这个体制内允许的一个方式。那在允许方式，我们也没有侵害到别人的权益底下，我们认为不应该用这种侵害他人的，你不应该拿东西去袭击别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停止这样的行为。基进党怀疑对方是挺韩国族的民众，嘛呼吁民众爱尊重虽然的立场。罢免行动被丢弃的小菜。谢谢啊，我就尊重大家的看法，非常感谢大家。挺韩国族、罢免韩国族2种声音，不过罢免案依法爱伫就任满1档才会当推动，等于是爱到今年的2月25了后才会当送行，了后佫需要20至60天无一定的作业时间，就算韩国族初选选赢，确定投入2020总统大选，嘛无法度伫同一天甲罢免。针对这点，公民挂草行动回应，联署案会伫12月26送行，目前除了收集第1阶段人数，嘛统整资料，等罢免案成立了后，会一个通知参与联署的民众参加第2阶段。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另外一个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参选人郭台铭，伊讲一句讲生囡仔，互国家甲你饲甲6岁，大家活甲日头。另外一个参选人朱立伦说讲，暗着算互大家听，若照伊咧看，就算过党的财产开较大，嘛敢若有法度当一党尔。郭台铭今仔日是讲，若台湾的经济要搁变。唔通阁挖靠永早在咧插政治遐政治人，是爱经营这个真正咧捌经济。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拜二新册发表会，郭台铭讲要将新册个人版税全拢捐予家扶基金会做公益。也伫会中讲到家己参选2020的心情，就亲像是大家拢会三省吾身，佮强调家己唔是政治人，因为台湾的经济无需要政治人。告诉各位，如果你们要选政治人。那我讲我就没有机会。那我今天呢，我认为说台湾的经济要起来，要的不是一个政治。郭台铭是继续拍经济牌，不过伊进前才讲到6岁以下的囡仔互国家饲，即马嘛继续发觉。党内竞争者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认为这个讲法是创意，不过嘛口说郭台铭，因为大家拢真好奇，要安怎无爱用到国家政府的预算，望郭台铭算互大家听。郭总的资产，所有的资产拿出来养的话，只能养1年了。那我讲具体的啊，你2000多亿可能养1年就没有了，那怎么养嘛？朱立伦讲，伊唔是要批评郭台铭，真侪人拢望啥物拢免钱，不过事实上是做袂到。台湾嘛是要回归家己饲，唔是国家来饲。
另外，拜三就要举办的南亚总统初选，上尾一场国政远景发表会，参加初选的人将会把焦点放伫财经议题顶头，继续论述。记者欧分良、吴家宝、陈昌伟台北报道。来看中营空服人员罢工第13日，劳资双方早起搁再协商，劳动部希望双方面会当赶紧签团体协议，代志紧收煞。昨因两边针对讲过卡薪敢会阁算中小这条代志伫咧切袂吧。头拄上新的消息嘛是讲，今日早起同款伫咧计较这站，一人一片里，开会才开1点钟尔，就大成化冻点。中营航空人事法务空服部门主管、甲桃园市空服员职工会面对面再度进行协商，针对顶礼拜六原本要签订团协，却破局的秋后算小情谊，双方拢提出对策，罢工战线又长到第13天，劳动部发挥，希望因看大方向，唔通放伫小所在。我们积极的希望劳资双方能够秉持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把团体协商的部分以大方向、大原则来做这个最大的共识。这场闭门会议为早起9点外开始，劳动部派出处长劳苏何志珍，交通部由参事黄浩庭出席，采取劳资双方各派一个代表相主持的模式。前一天，中营航空表示希望直播，按过时间上未赴，工会伫会前反击，这是资方的牵拖。长荣航空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面直接对记者表示，他们是来不及做直播的准备。这部分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排斥直播，公司这边直接对外说明他们来不及准备直播，这部分并不是我们不愿意直播。而双方也伫前一天就对秋后算小各自表态，中营坚持合法罢工的时间点是下晡4点了后报道的航班。不过工会要求由工会来认定合法，并强调工会已经是退无可退。中营也计划伫下晡公布一波取消航班。双方都伫各自有坚持之下，互这场协商充满着变数。记者综合报道。这回中营空服人员的罢工，地属甲旅游业算是真重。昨日就呼吁政府讲，针对交通业的罢工，就要定一条罢工已过期的法律。佮要求讲，爱修改民航法，未来万一若是因为罢工飞机无在调飞，旅游业应该是免担责任。咱来听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要讲出伊的看法，来回答因遮的主张。涉及到罢工旷职的部分，如果有争议。我们也希望说这些争议能够用一个机制，后续再去处理，还是要整体从劳动法令的检视去做，因为现在的情况是有点各说各话，那也要保障劳工他们行使罢工权，可是要减少对于无辜的第三者可能的一个损害。林佳龙承认讲，交通业那罢工对第三者影响是真大，会牵连到劳工甲公司以外其他别人的权益。讲到罢工已过期，敢有要列入法律？林佳龙是讲详细爱看劳动法令这方面的内容。旅游业敢有要行街头表达诉求？现时因当伫咧会议讨论，到目前还未定案。来看台湾本土的电脑 game， 线顶恐怖的电动行愿。因为伫镜头内底放一张符啊，互人掠着讲是咧欺洗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即阵连带讲代理行愿这款电脑 game 去中国的上海橘喵这间公司，嘛去互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下令停业。这理由是讲危害到国家的安全。游戏的场景设定伫台湾的80年代，第一人称的视角，真恐怖的线上游戏还原。因为游戏的画面当中出现一张习近平肖像维尼的符啊，变甲真出名。不过进军中国市场，却是去踢到铁棒，上线较无7天就落架。就连中国代理商上海橘喵，嘛因为这张熊维尼的符啊，和官方请去林家比问话，想要到第4个月过了后，被吊销营业执照，落令停业。台湾游戏制作公司是不愿意回应。玩得开心就好，政治不应该跟游戏扯上关系，有一点矫枉过正。他这样做是比较大胆一点，他就应该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个政治的敏感度是一定要有的。中国代理商上海橘喵官方的微博嘛，只敢更新到2月份。根据官方采发公文表示，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上海橘喵违反到中国公司法第213条的规定，因为相关的画面内面有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才会
会做出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学者分析，含习近平公生笑等于是反对派，有挑战政权的嫌疑，就算是无啥要紧的笑话，拢会被放大解读。因为习近平现在可能有下台危机的，他现在是在保政权呐，所以他们现在都在维稳。游戏的那些设计会卷入政治，所以你要对政治有一些判断。一款游戏开发下来至少上千万以上，如果想要在那边真的好发展的话，我不要碰到相关的政治议题，会比较容易进入大陆。山西专家表示，中国游戏的市场真大，但是最近内容审查是愈来愈严格，牵涉到政治暴力色情，恐惊拢无法度入去对方的市场。业者若是锁定中国市场，假使讲有去合到政治的议题，一定爱细致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转来看反映上新的消息，过去一再有几落主判决确定，才会贪污犯还是经济犯，甘愿放弃交保金逃走出国的案例。立法院针对刑事诉讼法落去修改，未来一旦通过，停止收押遐个被告，会互人加强用科技设备来监视，阁会交付护照才会处分。这条案按算明仔载要来商讨。检调收网前一天，前苗栗县长何志辉一早带着狗出门，就消息无影无迹。何志辉涉及德科东路基地8项，却向法官诬说，缓刑被抗了后逃走闪避司法救济。面对一再发生判刑确定的贪污犯，或者是经济犯，弃保逃走案例引发社会议论。立法院针对刑事诉讼法当中的防盗机制，以近乎制度的方式进行修法跟协商。现在我们现在要修法，然后补破网，把刑事诉讼法里面法院如果认为说，这个犯人就算停止羁押了，他有逃亡的嫌疑，可以增加几项措施了。司法院跟法务部还没有达成协议，我相信等一下会达成协议，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立法，应该履行到庭的义务。如果到时候他应该出庭而没有出庭的话，我们希望在法案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能够赶快让他们去拘提，能够赶快进一步去确保。时代力量认为，停止羁押的被告法院应该强制要求被告宣判登记到庭，不过若立党团拢意见，专案经过协商，依照立法的版本达成部分共识。包括停止羁押的被告应该接受科技设备监控、交付护照甲限制活动范围等替代处分，确实违背应直接具体。那在我们这一次增加了这个防盗剂，比方最重要的、最主要是可以加上电子监控。因为电子监控过去呢一直认为没有法源，那这一部分的话呢，那后续的部分，司法院、法务部呢，我们还会再分别的规划来做建制。因为进行司法院的提案，希望修法强制被告到庭听判的部分，不过立院理会认为牵涉到完整的配套设计，需要更加侪讨论，留伫下一会期来处理。针对防盗机制修法，按算3号完成商讨。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来看，今仔日是大学指考第2日，头一节考数学1，有数学老师咧分析讲，题目的内容困难度甲逐英年差不介济，强调讲推论道理的 logic， 较赢过要求计算。今早起后考生杨hình，有一个出水珠，拢互人请去备用的考试场答题。搁另外后一位考场煞当到边仔有人咧施工，加载拢有顺势排解的好势咯。甲布条扭起来，台北市真侪高中的家长会替考生加油，希望要我5万名的考生伫咧3大主考国文、英文、甲数学会当正常发挥。我是个人申请没有过，然后就来考职考。术语就是多做考古题，然后就是因为它有些不会考，你就不用花太多心思去什么三角函数之类，就是可以照以前出过的方式去准备。上届考的数学1有35000人报考，因为最后一节数学甲有25000人来考，嘛就是讲差不多有1万名自然组的考生来考。像是非选第2题的数字就很大，所以我觉得有比较难一点。计算量比较多一点，对，你花多久时间写完？大概只剩下5分钟可以检查。
对于有社会组的考生认为计算量真大，高中老师分析可能是无用到正确的方法，因为今年的考题是强调思考，而且考量采计数学意义差不多是管理、商业这寡科系，是用基本观念，会当看捌数学符合这寡可能未来大数据基础语言为主。第二册的部分占到30%左右嘛，32%嘛，这就很明确的就是为了商管。有情境的素养题有45分，整体来讲袂伤难，嘛袂伤简单。高中老师认为是对教学正常化有帮助。全校总是表示，因应108考纲，3年了后分科测验敢若考数学甲，因应新型学测分组数学 A 甲数学 B， 期待这3年数学 E 会当成为未来数学 B 的指标，让老师、学生甲家长会当参考。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立法院临时会昨三读通过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增加定一条讲，若有下卫生福利部所认定的遐已经无法度自理失能的人士，未来一年一个人有12万长期照护的扣除额，列起来有29万的人会当得到这条法律的照顾。搁另外，咱今年度开始，薪水的扣除额，咱也有法度去列出讲款衫啦。买衫也是讲进修训练者的费用，这人讲叫做马道的条款，伫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开始会当运用。今年正月开始，你这发票就要扣起来哦。台湾已经走向高龄的社会，失能失智的老大人愈来愈多。为着要减轻照顾者的经济压力，立法院临时会三读通过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增列长照扣除额。未来厝里若是有长照需求的人，报税时阵就会当抵税。经济也不太好嘛，然后如果又要栽培小朋友，所以如果有可以抵税的话，就是有政府有点帮，就是补助化很好啊。最起码年轻人要去打拼，要去赚钱啊。啊，佫会当抵税，安尼伊是毋是较减轻？财政部表示，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适用对象必须要是符合卫福部认定的身心失能者。未来不管是聘用看护、机构，或者是伫咧厝里家己照顾的人，每一个人每一档有12万的长照扣除额。但是新法嘛设定排付条款，综合所得税税率伫咧20%以上，个人月薪差不多10万块以上的人，都无符合资格，有够差不多29万人受惠。需要长期照护的这个身心失能者，他不管是聘用外籍看护，或者是使用长照机构的服务，或者是自行在家里自行照顾，都可以适用这个特别扣除额，不需要减负费用的凭证。财政部强调，身心失能者的定义，阁爱等卫福部进一步公告施行细节。另外，俗称名目条款的薪资所得税扣除额，嘛先增加核实检图。报税人会当列举地装费、进修训练费、工课上的工具支出等等特定的费用，抵扣上限是薪水收入的3%。这项新法实施的日期，拢回溯到今年的元旦，适用每年5月的报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新闻，台东县的地形一条长高啊长高，你若离市区较遥远的，像讲绿岛啦、兰屿啦，这个县民吼要申请房屋税籍资料，以早就要劳军动众去到台东市区才有法度办理。莫讲交通的开销，你敢若往回就要一工大。按这个月开始，台东县税务局开发出用网络查调房屋税籍的电脑系统，此后县民去家己辖区的乡镇公所，就会当办甲好势啊好势。台东县税务局甲过去民众要办房屋税籍资料的状况整理出来，用新桥来演出外岛甲偏乡的居民需要坐客联车去市区来办，摕到资料了后，该登去当地行政机关，才会当甲户口迁徙，还是申请水电甲土地买卖等等的手续办好，真正是足无利便。毋过，从7月份开始开办这项网络线电查调房屋税籍系统，在地就会当申办，对各地机关甲民众来讲，拢真利便。需用机关他也确认了，他确实有这样一个税籍的资料。那民众呢，也不用为了一个证明往返。台东县税务局表示，平均每一年有700-8千的民众需要办房屋税籍资料。今年特别开放这项资料库，用15万块来开发线顶查调系统，让偏乡甲外岛的民众，干那需要写这个收款书给当地行政机关，就免搁安尼搬山过岭来申请。县政府嘛强调讲，民众收款查调的资料一定会甲个人资料保护好。
一定要得到授权才能做这件事情，而且查的时候一定要自然人凭证。房屋税集资料需要使用的范围真宽，包含个人财产申报、房屋土地买卖拢用得到。台东县税务局表示，台东县是全国第一个完成线电查调房屋税集资料的地区，而且目前已经有县政府、乡镇市公所甲中央总共23个单位会当连线来作业。记者报道。来看中华一期稻作已经开始咧收啊，不过10号种的在来米继续大落，连买卖粮商嘛拢无爱收。这2日啊，佫预报讲年尾就会佫落大阵雨。咱遮的农民辛苦3个多月，心血恐惊会放水流。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就表示讲，会提高今年公粮照各地产量佫加收10%，啊嘛会出面来鼓舞民间加斗收割。烦恼伫要收成的在来米，恐惊伊继续会崩盘。中华县种10号在来米的农民和民意代表，也有县长，侧意伫咧中华秀水和平社区庙埕前表达心声。收啦吼，所以吼，咱继续吼，这真歹，佫无人要收吼，所以吼，在地看会到咱大家伫遮咧拍车啊吼，咱农民农友吼非常辛苦，损失非常大。因为这几天的天气预报可能会有超大水雨，农民无愿意续卖淡切啊，开始家己来拍切啊。最近有可能佫有豪大雨的产生，产生了以后有可能咱的这个稻啊，伊就佫温落去，那会造成咱农民失收。所以希望讲咱的政策如何可以扩大来这个公粮收购，产量加70%来做收价，公粮仓库在经收这淡切啊的时阵，若有风险的问题，阮会随时来做调配。交米局表示讲，去年在来米继续好，今年中华县种植增加700公顷，产量增加继续缩大落。淡切啊，每100台斤的收购价对去年的960块，落到今年敢若剩710块。中华县长王惠美呼吁农委会爱管控源头的黄鸭场，才会使避免这种状况。交米局表示讲，政府敢若会使发出预警，也毋过袂使强买禁禁。目前先以协助农民处理行切啊收购的问题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歇落啊到咯，真侪学生囡仔拢会出外去佚佗。顶日啊，咱云林大西分局就去到四湖菜市啊落地扫，甲民众面对面宣传讲，少年囡仔若伫咧歇落的时，就要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啊，就要搁提防去买着毒品。啊，另外，伊嘛顺续宣传7月初会开始，食酒赛车会加重处罚这站消息。7月1号，酒驾。真侪人做志工就街头画口号，要提醒大家，因为为7月初1开始，啉酒赛车有新的法则。厝的嘛有一个青少年即摆休热，啊，为着因囡仔安全，大家社会安全，啊，来宣导一个不贩毒啦，啊，酒驾啦那些，啊，感觉就有意义的。毋那是遮个真好心的志工，当地警察嘛到菜市啊宣导，亲手发宣传品有窥视、锁匙坑仔等等。大西分局长有亲身带头，甲民众近距离接触。因为不只是啉酒赛车的新的规定，随要歇热，真侪少年家的交朋友状况、出外佚佗安全等等方面嘛拢袂使大意。另外，在交友的部分也请到特别重视，我们发放了警察的一个钥匙圈公仔，制造了相关的一个文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采接活动能够更贴近民意。啉酒袂使开车，我拢甲阮囝讲，我讲你袂使啉酒。甲一般的文字宣传无共款，警察加入咧群众到街仔路宣传，加深民众对政策的了解。佮有志工来斗3工，互宣导毋那只是话话，希望会当落实伫生活内底，互遮的少年家的暑假过了欢喜、佮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中部地区的新闻，南投埔里有一丛几落百年的加藤树，去年有留啊各样，经过专家来诊断了后，已经渐渐恢复生机。在庄大家嘛特别踮遮起一座新木公园来休凉。不过最近所发觉讲，这丛大树的树头一寡根佫凹去，专家认定讲这是公园的设施来所致。总是提供土地建设公园的地主嘛真委屈。镇长才出面招大家来陪会，上主要就是要顾这丛老树会用的较长岁数咧。末尾的地方啊都枯枝，可是在去年不是这样。埔里这丛加藤新木，去年经过专家协助抢救了后，原本已经豆豆啊恢复，
不过目前树尾树枝又搁开始打黄，专家烦恼心木又搁开始破病。你知影这爱复安尼的时阵，这张树啊会紧就拢伫下骹拢叫用复掉啊，结果在这个草啊搁破落，所以换地代唔知影。专家认为地方后来增加的这寡设施，破坏心木树根的排水，这因为这2月日的大雨，致使树根浸水，影响心木的健康。伊搁判断目前这丛心木已经中空，只剩上外层的根，搁安尼落去，恐惊真危险。不只个安尼讲法，互热心提供土地去心木公园的地主，感觉无法度认同。我甲你讲，你只一只阿毛头甲水冻掉的啦，你人专家你讲，你敢若会要咁做？树啊无水袂活，树啊若淹水，淹咧3礼拜，就来讲1-2个月后拢土生哦，足水的。双方捌因为看法无同发生冲突。专家表示认同地方爱护心木的心意，不过方法用唔对，说定得对心木造成更较大的伤害。爱你爱个死，这个是不行的。我们要树要跟人共存共好。咱来3方面来做一个沟通协调，请咱的这个刘教授给咱诊断。到场关心的部理院长廖志成表示，公所会协助双方沟通，邀请专家搁来地方指导，用上正确的方法来保护心木，希望加当心木会当变作是部里镇重要的人文资产。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奶子真欠，市面就算买到奶子1斤，原来拢爱上100块。不过伫咱彰化有一个种奶子的农民，人伊当年都会免费交替。家扶中心这囡仔兄弟来体会讲安怎挽奶子。今年无讲因为奶子咧欠，人伊就停办。同款用做公益的心情来照顾这在地弱势的囡仔。好专业哦！哇！囡仔人体验挽奶子的趣味，感觉真新鲜。虽讲今年奶子产量少，伫彰化县分乡乡有一个奶子园，农民也是免费招家扶中心的囡仔做伙来挽奶子、食奶子。你有拔过吗？没有。第一次拔，好玩吗？好玩。伫彰化县分乡乡这个奶子园主人讲，因连续10外冬拢会伫奶子产季，招家扶中心的囡仔来园里佚佗，因为伊希望有机会会当加帮助社会。虽讲今年奶子毋是大出，即摆奶子1斤爱上100块，伊嘛希望赶快会当做公益，要互囡仔来体验挽果子的趣味。天公伯啊，都安尼想要我吃，我就想讲，互照顾中心的小朋友，佮互因安尼享受一下。安怎讲互因享受？因拢毋捌出去，阮今年都有新奶子，毋够有人奶子通还捌。无要紧啦，大家拢公家做公家啊。农民讲，伊家己的囡仔嘛捌受过家扶中心的帮忙，所以才会发愿。若是有能力，就一定会来回馈社会，希望会当互家扶中心的囡仔来体会无共款的活动，逐当拢有免钱的奶子通食。地吃好好吃。记者综合报道。解文说字，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啊，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这里说台湾话2字音，小说的说嘛是叫做说，不过咱是叫做解文说字，解说。有影热人乃至大出。较早民间一条病惊歌，就咧讲6月算来6逐天，这6逐就是大水车拍6逐。古早的农区，那才做农的时代拢听有。6月算来6逐天，娘仔病囝挖床边。过来问娘爱啥物，就是爱食迄个长线的红奶子。奶子6月大出，原来产生一出300年来民间流传上久的爱情故事。这故事就是好业人的查某囝黄狗娘，这富户人家的查某囝五娘，伫咧上元节的时阵，徛伫因兜的楼阁看月果、看花灯。为怎样上元过姑娘会当看月果？人毋是拢讲7月初7才是叫做情人节。无影，观众朋友，你来听民俗专家林慕贤教授的分析，伊会讲牛郎织女的传说，迄是中国北方的故事。那河洛人就是上元节，才真正男女谈情说爱日子。河洛人咧7月初7是咧办什么民俗？昨你若有看咱公视台语台专家有智慧头一集，你就知。7月初7是咧拜七娘妈生，拜互囡仔读较定，熬读书。讲转来讲上元节，黄五娘看到楼阁，看到花灯，一遍一遍安尼一直行，嘛看到藏伫人棚内有一个少年家真缘投骑白马，伊本来一条奶子要食，
先用手巾包来结落去头骹，这叫做五娘蛋奶鸡。啊，陈三接到这条手巾心内嘛想死啊！啊，毋过伊想无步，伊只好去问一个，听讲有去黄家，甲因磨镜的磨镜师傅李公伯啊，讲李公伯啊，当要安那？李公伯啊，讲简单啊，你好野人，你离落芳丝莫穿，换穿粗布衫，即档镜打，你甲打起来，去到因兜，加无伊讲要替因磨镜，啊，因的左干甲你约入去，镜无好紧无好水，你着无张伫甲讲互破，啊，是安怎着爱讲互破？啊，煞毋知影讲，你着甲写一张甘愿字，甲答应讲，因为我着无钱通我陪你即物件，我做奴才做3年。讲来到这，陈三才感慨，讲我陈三社白马毋骑换镜担，银衣毋穿换布衫，为爱黄甲迄个水娘囝，才来磨镜，互人叫陈三。啊，国政即马做一个迷彩，互你约，约若知，咱伫咧看网络直播的遮网友，直接留话来甲咱公司台语台的小编，大家开讲，互伊开心花。即个题目叫做“红蟒大白热风”，内面一个。乌头西公，互你有一项果子。啊，咱赶紧搁再来看新闻，来看金门县畜产试验所陪伴在地民众已经一架子咯。除了讲发展畜产以外，近来也转型加入观光发展加工品，望讲会当辅导在地青年来创业。一大群囡仔排规排驶电动车，准备要出发。鸟木草做回去饲羊仔，园区内底毋但有古水的羊仔，够正快马场，全新打造的布拉安格斯牛园区，这毋是动物园，这是金门县畜产试验所。有看到很多小动物，对。我这边有羊啊，有鸵鸟、牛。兔子、乌龟、蟒蛇、鸡啊、猴子啊等等的。每年都来这边走一走来看看，对，那每年都来这边买牛奶、买冰棒，还有买冰淇淋。金门畜试所已经陪伴在地民众一家子，前身是牧马场，主要任务是发展畜产。近期转型加入休闲观光，发展畜产加工品。园区内底毋但有好耍的好看的，更加有好食的。今年很好，是我们畜试所60周年，那也就是金门畜产一甲子。我们特别在今年做了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后面看到的，我们有一个农委会这边补助的一个马场，布拉安格斯的一个园区，那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金门青草地的牛奶河，多重的选择，让来到畜试所是一个很快乐、很有趣的地方。金门畜牧一家子，那中红园区打造金门观光成人目的新景点。畜试所更加辅导青年创业，望和在地青年共好共赢，带动在地优质食食的产业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连续2、3天的大安沙雕音乐季，伫咧6月29已经开始咯。今年的大出戏有18组沙雕的作品，佮结合台湾在地特色佮海洋的生态，用3D 立体沙雕的创作，互游客会当360度来欣赏。这个沙雕手工真有咯。这只有30公尺长的海鸥，是今年的沙雕创作的大出戏。4颗尾仔有侪侪海洋生物，伫尾仔顶头是台中大安遮有的花条合唱团，头壳顶有石鸡、刺龟、海鸥组成的乐团。毋过真足甲看，阁是废弃的油桶，塑胶杆仔嘛红摕来利用，环保议题嘛有加入去创作内底。一只尾巴跟一个头，它是埋在海里，然后又钻出来这样。其实，在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样尝试做过，我们这也算是一个创新啦。大的海星头上的彩伫眼睛，表情是活跳跳，互人感觉真深色。另外一边，阁有布里亚果水的海贼团甲民众小姐们。市府讲，今年的台安沙雕音乐季自29日开始，沙雕创作毋仅是台湾中部规模上大的，阁加入大型的3D 立体沙雕，嘛服务身心障碍者，去做无障碍通道，或者轮椅的人嘛会当入场欣赏沙雕创作。第一个呢，我们有这个3D 这个立体的这个雕塑。第二个，我们有18座，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三个，我们还有亲子身心障碍的一个栈道。
那方便家庭来旅游。市府嘛表示，除了沙雕创作以外，嘛有济活动会一直到7月21日，按算会吸引数十万人来参加，正做台湾中部重要的大活动。记者综合报道。现时咱看到有一寡少年家用心计较，要让家己的文化继续传落去。因的心愿就是讲，望家己本土的艺术会当搁再大发挥。咱公视台语台开播的新节目《青春咱的梦》，就是要记录这阵人拍拼的代志。下晡来举办发表记者会，拄得到金曲奖的台语歌王流氓阿德、罗曼阿迪来徛台，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新主播咱即阵公司台语台上新制作的节目《青春咱的梦》记者会现场就伫咧遮，今日邀请到真侪大来宾，亲像是才拄摕到金曲奖今年上好的台语男歌手罗曼阿迪，即阵就伫咧台顶，咱先听看卖因讲啥物。我即摆想的是讲，我要安怎好好去面对我家己的语言，用语言来写我的歌，然后无需要去讨好大众，应该是我好好做我家己想要做的音乐，然后互大众、互全世界来喜欢我的台语音乐，这是我一顺的。是，即阵伫咧台顶咧，甲大家分享伊青春梦的是咱今年才拄摕到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罗曼阿迪，伊咧分享伊伫咧少年的时用台语创作歌曲的过程。7月初3，明仔载暗时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头一集就要播出来。感谢敏真，咱赶紧过来看新竹的新闻。新竹去年开始运用全自动化。无人伫咧遐顾的资源回收站，回收的总重量大概27万吨。今年搁再增加7站，11台回收机台。24点钟，咱就挺好摕资源回收这物件落去机台。这台机器要安怎分辨讲你落去是啥物物件？永早是扫电脑条尔，即摆会当多方位、多角度落去甲咱鉴定。机台回收的速度本来是15秒。即摆会当紧来甲变3秒就会当回收，搁有哦，回收入去了后，伊压缩吼较密、较细咧，变做会当回收的容纳量嘛愈来愈侪。新竹就是望讲会当打造循环经济智慧城市。会使回收的塑胶管啊，送来坑内底，透过输送带，甲管啊直接送入去回收站，唔免3秒钟的时间就完成整个回收动作。新竹市环保局甲在地产业推出全自动化无人资源回收站，让民众24点钟拢会使做环保。回收一个这个保特瓶可能要花15秒，现在只要3秒钟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容量变大，把原来只有100瓶的这个容量呢提升到300瓶。透过无人回收站所回收的总重量达到27公吨，今年再增加7个站，共11个回收机台，初步回收量总会使顺利达到100公吨以上。那其中当然玻璃的部分呢，占了80%。那今年我们希望一直到明年的年底，我们的量至少250。那这个希望所有的民众协助我们达标，而且是越多越好。铁铝罐进去之后呢，它会做一个压缩的动作，所以说它的那个容积会变小了，所以它回收的那个数量会增大。同时，为了要鼓励民众加入资源回收，推出指定换好礼的活动，只要透过指定第三换生活利用品，每罐虚拟点数等等，透过自动化回收，做为落实循环经济生态，为环境尽心力，提供下一代较美好的环境。记者陈根和新竹报道。来看美国 Facebook 伫 Silicon Valley 的总部，顶日收到一卡报告，内面有可能有 Sarin 这款无毒无味的毒药水，无色阁无味哦。不幸有2个员工常常有去目到，不过还未出现中毒的症头，已经送去到病院进一步的观察。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当伫咧敲 Facebook 这栋公司，搁再追查这卡报告的来路。美国加州的民测4股总部当地时间初一下早超11点，收到内底有3例的科技报告。经过机器的特步试验了后，结果对3例毒气是阳性的反应，并且紧急疏散4栋办公大楼内底的所有人员。2个可能有接触过报告的工作人员，虽然无出现中毒的反应，不过嘛已经送去病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目前还未确定包裹内底的物质。所在的4栋大楼当中，已经有3栋恢复正常的运作。会当看到现场有红线，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介入调查，当地搜查最后一栋建筑，而且追查包裹的来源。沙林是一种无色无味、真紧挥发的神经毒剂，干那需要几秒钟就会当互人中毒。虽然呼吸困难、喙部破等等的镜头，接受过伤济的沙林，更有可能会造成半衰死亡。沙林过去捌去用当作是化学武器来使用。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伫东京地下铁列车面顶散布沙林毒气，造成13个人死亡，超6300个人受伤。记者报道。人咧讲5月望景雨，6月无大雨。明仔载天气是好天也是落雨？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中部地区30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上低29度，上悬33度。新闻最后，招你同齐来看哥伦比亚这国传统的节日。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